打算喺中山買樓嘅朋友企穩啦！今日同你哋踢爆中山10個堪稱樓市路通勝死火嘅小區。咩叫路通勝死火？就係掛牌量多到爆炸，價錢插水式下跌。你想轉手難過上青天。蕭生呢集就同大家逐個拆解，避開呢啲坑盤，買樓先至唔會中伏。結合翻中山2025年最新嘅掛牌量、跌幅同成交情況。新鮮滾熱辣，呢10個小區直接列入黑名單。第10位，沙溪嘅華發世紀掛牌量467套，高峰13000，依家7000到9000。有啲近物流園、近高速嘅，直頭7000唔使。華發呢個品牌本身係中山人最信得過嘅，物業品質都唔錯。點解今日淪落到要掛滿橫幅維權？一來周邊有個物流園同中海高速艱難外環。四期業主日日俾啲貨車高速噪陰公炸，睇下呢啲橫幅嘈，投訴無門，日夜噪音點樣捱？除咗周邊硬傷以來，最致命嘅核心原因啊，喺2022年出咗一批人才房，單價6000蚊掟晒你，成個盤嘅價被拖死，仲有黑料話你知。呢度曾經成交過1.6億嘅別墅，你而家睇下呢啲別墅賣幾錢？入邊啲草生到高過我啊！第9位，坦洲嘅海倫花園掛牌量583套，高峰期16000到18000，依家8000幾。呢度係中山樓價最早大規模跳水嘅片區。點解？好多人話坦洲近珠海近澳門有前途，實情呢係一個鎮區嘅位賣緊市區嘅價。咁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呢？不過有樣嘢咧要讚嘅，講真呢度好多樓盤品質係 OK 嘅。有人話住響入邊好似去咗澳洲度假，但一出小區門口好似返咗。都想去過坦洲睇樓嘅朋友都明我講緊乜。第8位，東區嘅遠洋城掛牌量587套，呢度係以前嘅富人區，地段、校網、交通都冇得談，但係依家嘅新樓又捲價錢又捲匯型，你一個10年老齡嘅舊樓，近南外環仲要10000蚊，位置好啲，業主咁叫到13000到15000。各位房東睇清形勢啊，心中空到呢已經告你唔到啦。最令我拗晒頭嘅係遠洋城啲別墅業主啲屋又唔住，擺喺度生晒蘑菇，都唔拎出嚟賣。啲房盤價仲要講緊幾千萬一套。喂阿哥，你當買古董越樓越值錢，我真係服咗佢啊！第7位，講好嘅保利國際廣場掛牌量627套。呢個盤我之前呢就詳細講過，有興趣嘅呢可以翻睇。今日就大概輕輕帶過。總之就係老生常談，冇咩睇好。第6位，火炬嘅保利林宇掛牌量733套，高峰期16000，依家6000到7000，直接腰斬，房價腰斬都算啦，連別墅都腰斬。以前一手600-700萬，依家200-300萬有交易。平時大家睇樓呢，嗰條馬路近住你都話嘈，呢頭直接送條輕軌加脆香快線俾你，唔知你又頂唔頂得順呢？當年風光嘅時候，呢度掃樓部旺過街市，買樓俾錢仲要睇置業顧問嘅面色，全數嘅買邊按揭嘅過嚟，首付分期嘅呢企出門口。當年我勸退咗唔少嘅客戶，叫佢哋尾衝入去。我話你諗清楚，呢度除咗條橋，仲有啲咩？咁依家水靜河飛，風光不再，應晒我嘅推測。第5位，火炬嘅君華新城掛牌量799套，高峰期16000，依家6000幾，帶埋裝修啦都冇人要。講到君華新城呢個盤，我真係等班投資客慘。你知唔知成個火炬開發區1/3嘅投資客全部呢老套死咗響呢個小區。2017年嗰陣樓市跌到傻，呢度賣緊16000以上，仲要係無批。咁買嘅嗰班人呢，諗住炒樓發達，諗住金鐘通道一開，房價就會升值。結果依家二手掛牌6000幾，仲要帶埋裝修，都冇人問津。你話慘唔慘？周邊不利因素呢多到數唔晒。中海高速垃圾焚燒場喺隔籬，仲有個火炬公墓都響附近，日常嘅生活場景唔使多講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當年賣樓嗰陣呢，發展商講話未來發展核心深中通道第一站啦，投資首選。咁依家諗翻真係呃人細本。其實呢個盤已經俾人哋講到爛，中山跌價最狠啦，有佢份；投資客最多有佢份。最近更加誇張嘅呢，話呢度嘅風水差，住落去家庭唔和睦，財入唔到，離婚率高。
簡直就係過街老鼠，人見人打。咁我唔評論風水點樣啦，但係數字呢唔會呃人，799頭嘅掛牌量，均價6000計7000，你自己諗下。咁嚟到第4位呢，係西區嘅劍橋郡雅居樂，掛牌量791頭。劍橋郡係雅居樂響中山最保值嘅項目之一啦。咁憑住學區嘅一個光環加持，屋企門口幼稚園、小學、初中響中山都係排第一梯隊。雖然依家出生率跌緊，學區房嘅概念弱化，但係成個中山好校網嘅樓仲未見過低過1萬。所以你話好嘅教育資源有幾重要，但係有幾點需要注意嘅。第一，密度高到離譜，劍橋郡區係成個西區甚至成個中山住宅密度最高嘅片區之一啦。你佢喺窗邊對面棟嘅阿叔煮緊咩餸，你都睇得一清二楚。講誇張啲，你屋企做緊乜嘢，隔離棟可能都睇得一清二楚。咁當然啦，你都可以睇翻人哋，公平嘅。第二，學位非常緊張，雖然話樓下就有學校，但係學位爭崩頭，你要提前2年落戶，你先有機會排到隊入學。咁如果你個仔今年出世就要讀書，你依家買樓，咁對唔住排隊啦。所以經常性好多劍橋郡嘅業主係讀唔到自己自身學校嘅。第四，雅居樂後期交付好卑插水，呢點一定要講。雖然劍橋郡係雅居樂嘅招牌項目，但近年雅居樂嘅交付同保利一樣，好卑一路下滑。之前有業主爆出四區成家嗰邊啲牆用手都可以搣得爛，你話係咪離譜先？新樓用手可以搣得爛。第四，改善客買呢度得不償失。如果你係剛需為咗小朋友讀書，劍橋郡仲可以諗下。但係如果你係改善客想住得舒服闊落啲，買呢度就真係攞苦嚟辛啦。同樣嘅價錢可以去到其他區位買到更加舒適、密度更加低嘅樓盤。為咗個學區要忍受咁高嘅密度、咁緊張嘅學位，仲要擔心發展商嘅交付質素，你話值唔值？總之一句話講晒啦，劍橋郡就好似一個有錢但係性格差嘅靚女，表面風光，有學位有配套，但你真係同佢住落去呢，你就會發現佢啲公主病有幾咁難頂。第3位係坦租品捷錦繡國際花城，掛牌量832套。敏捷呢個發展商呢，最中意就喺翻一啲巨無霸樓盤。南朗嘅海灣城賣咗10幾年啦，都仲未賣完。你又知道咩料？咁國際花城呢個盤1、2手價錢差唔多，對於剛需嚟講呢，確實係幾友善。但係如果你係買敏捷嘅樓，夜晚返去可能要同啲保安切磋下武功先入到屋企。出咗名嘅中山3大最垃圾嘅物業，其中一間就係敏捷。黑心物業收錢唔做嘢，唔作為，主交3蚊物業費，享受1蚊服務。最離譜嘅，之前有業主維權投訴，之後話驚俾人哋查水表，你話驚唔驚？住喺度連投訴嘅自由都冇，相當於俾錢請個祖宗返嚟，仲要驚佢唔開心。雖然呢度叫國際花城啦，但係生活配套、物業服務真係同國際呢2個字扯唔上關係。而且每逢打風落雨，國際花城門口條路就必定會水浸，水深過膝，有業主試過揸車就出唔到返工，要請假。國際花城近珠海小區環境好，睇落好似基地，實質就好似一個價錢平但係周身病痛嘅人。如果你係對生活質素有要求，呢度真係唔適合你。第2位係火炬嘅海欣新城，掛牌量1029套。呢個盤係中山家傳戶曉，背靠長江水庫5據山環抱，當年吸引咗唔少商界名流、政界精英，甚至香港明星過嚟買樓。當年發展商買樓嘅時候，細嘅都可以講翻生，話你飲嘅係長江水庫流出嚟嘅水，零污染；話你呼吸嘅係富陽離子，住喺度可以活多10年命；話你同啲明星做鄰居，如果係喺10年前呢，確實好吸引。咁依家產品過時，戶型間隔設計全部 out 晒，業主心態仲停留翻我自己係富人區，開價仲要14000同16000。你話係咪離譜？同樣嘅價錢，你而家完全可以去到市區買到一啲新樓，靚裝修，生活更加方便。其實環境上都唔差嘅。第2個，住喺入邊冇車，你就等於冇腳，出入非常唔方便。海欣新城坐落喺一個山上面，有啲組團揸車，即係如果入閘之後仲要開多10分鐘先返到屋企。如果你係住喺最入邊嘅區，返工放工，每日淨係入小區你都要用你半個鐘，部電單車叉足2次電都
都未返到屋企。第三，流通性真係差到要喊。掛牌量上千套，即係你第日想賣樓，你要同上千個業主去競爭，而且呢度買家群體呢就太窄啦，得返啲老人家感興趣，後生嘅體驗上家庭客嚴格涉。海新城就好似一個曾經風光無限嘅過氣明星，以前係一線，個個人都想親近，咁而家人老珠黃，仲以為自己好一號召力，開價仲要咁高。咁如果你係老人家想揾個地方養老啊，中意咁樣清靜啊，中意富陽利治，以上缺點你可以接受，咁海欣新城可以諗下。咁如果你係後生嘅或者對生活有要求，真係呢就建議你慳返啖氣啦。咁登榜第一位嘅係南朗嘅敏捷感受海灣城，掛牌量1381套，高峰期16000，甚至有啲飆到2萬蚊，依家5、6千。我估買咗海灣城嘅業主，佢哋個心仲難過食咗一斤屎。更慘嘅係買咗別墅嗰班，400幾套別墅，唔到40戶人家住，5、600萬買返嚟，咁依家掛緊嘅200幾萬。如果你夠膽還價100幾萬，可能都有人同你傾傾。講到翠亨新區呢一帶，真係中山樓市嘅投資客墳場。你哋知唔知呢度係成個中山收割外區客、香港客最狼死嘅區域？高峰期嗰陣呢，有啲單位直頭顛到上2萬蚊。當年炒區劃吹未來，深中通道、深珠通道第一站近地鐵一路之隔到珠海，話昌新區係未來嘅前海，各種忽悠、各種概念，將班投資客氹到妥妥寧，將價錢推上前所未有嘅高度。外地客、香港客一批批咁衝入嚟，以為自己執到寶，點知呢係踩中咗個大伏。依家橋通咗，夢呢亦應該醒啦。泡沫爆破，資金爭住離場，加上天量嘅庫存量、掛牌量，價錢相互踐踏。一邊係新樓嘅劈價促銷，一邊係二手房東嘅爭住出貨，價錢崩盤，直接跌穿10年前。最慘嘅係啲樓完全係喪失流通性。你諗下，一個盤有1000幾套掛牌，越掛越平，仲係賣唔出。我微信有個海灣城嘅業主，75平嘅兩房30萬，講緊30萬賣都賣唔出，仲係睇都冇咩人睇。海灣城係我見過最大嘅樓盤，萬畝大盤，至少仲可以開發20年。幾十年之後，你間屋變成咗老古董，佢仲有新屋喺度賣。呢度只有一種景觀，就係密密麻麻嘅樓，望出去左邊係樓，右邊係樓，前面同後邊都係樓。我誇張啲講句成個中山嘅人一齊搬入嚟呢度住，都住唔晒。項目就好似一個曾經萬眾期待一個明星，最後淪落到呢做茄喱啡。開場嗰陣萬丈光芒，人人爭住賣身；散場嗰陣呢，得返一地雞毛，連燈都熄埋。如果你係當年聽咗故事衝入去嗰班人，我戥你慘。但如果你而家諗住入場執平貨，我勸你諗清楚。睇完呢10個盤，你會發現中山買樓要避開4大忌。第一，唔好搏新區規劃，揀一啲配套成熟嘅核心板塊先穩陣。第二，遠離超大型樓盤，同質化多，必然呢內卷倒平。第三，物業品質真係關鍵。第四，20年以上舊樓你要諗清楚啦，到時拆又拆唔到，賣又賣唔走。視頻最後有打算響中山買樓嘅朋友，可以將你嘅情況話俾我知，我會根據你嘅情況同需求，將合適你嘅樓通通列出嚟，仲有優點、缺點、價錢、行情，通通搞清楚。你就針對性係咁睇樓肯定會更加慳時間，少行冤枉路。小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白皮書，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嘅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，響晒 ICO 入邊美貴我冇提醒你哋下。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嘅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嘅4分能級排布。中山樓市兩極化越來越明顯，唔想因為信息差買錯樓。下邊留言避坑2個字，我會將我整理咗嘅中山買樓避坑指南 send 俾你。仲有咩問題？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，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係蕭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